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貓之秘境探索啦。今日係2026年1月9號，再去一個97扒房。點解今日要再去呢？因為佢就係話啊嘛，逢係每月嘅9號就會有折頭，有7折。今日1月9號啦，咁上次12月9號嚟過，咁所以再去一去睇下係咪真係有折。好，入去搭電梯上一層就係啦，同上次一樣。今日天氣好凍，咁佢有室外同室內嘅，咁都係坐返室內好啲啦，因為真係太凍啦。97扒房，今次再探究竟，睇下9號有冇折頭。今日揀咗一個靠窗位坐，晏晝冇乜人，應該係話冇人，咁就靠窗位好似舒服啲。咁佢有出邊有位坐嘅，喺嗰個有室外嘅位置可以坐。今日太凍啦，咁就唔坐外邊啦。佢呢度晏晝係冇午餐嘅，都係按大 menu 去點餐。咁所以依家睇下個價錢係咪1月9號有折頭咧？點咗一個戰斧牛扒，再加一個沙律。一如以往啦，佢都係送即係茶位包咗3塊多士，都幾好食嘅杏仁多士。跟住咧我就嗌咗個沙律，西班牙火腿無花果堅果合桃沙律，68蚊，好大份，好吸引。加個醋汁，試一試先。個西班牙火腿咧，好有味道。68蚊係抵食嘅，1、2、3、4、5塊，跟住有呢啲芝士、無花果、西柚同埋橙，再合桃啊！咁新鮮程度係好高嘅，好新鮮。今次我就嗌咗個戰斧牛扒，冇睇佢幾多安士添，10幾安士點都有，好大嚿骨，好大嚿骨呢度，然後就啲肉好大份。咁今次點解唔嗌乾式熟成咧？呢度出名乾式熟成啊嘛。咁因為咧就係已經食過佢幾款噶啦，全部都冇得彈，係好正嘅。咁所以就試一試其他嘅。咁上次嗰個伙伴咧亦都唔喺度啦，咁佢就所以我一個人嚟食，試一試啲肉先。哇！佢整得好嫩，即係就算係一個戰斧牛扒嚟講，佢都係好嫩滑嘅整到。因為5成熟，唔會太韌，有少少焦香。咁當然啦，呢個比起乾式熟成個味道係會冇咁濃郁啦。咁但係牛扒嚟講，已經係非常之好啊！整得戰斧牛扒。再 check 翻呢份牛扒，原來係450克，即係大約15安士。咁佢好高脂質，即係脂係脂肪嘅脂。咁譬如呢啲脂質咧，咁佢呢啲或者呢啲位好高牛油啊，所以食出嚟係好香嘅呢個。咁佢煎嗰個兩邊煎咧係好香面嘅，跟住加埋咁高嘅脂肪量，所以呢個牛扒係好飽肚、好充實，同埋會令到你有一種好香、好滿足嘅感覺。呢個唔錯嘅。
咁當然呢度出名係熟成牛扒，熟成牛扒係更深一個層次。咁嚟到如果未食過熟成或者小食嘅話，咁嗰個係推介冇得頂嘅。呢個當然都唔錯啦。戰斧牛扒呢餐佢就個扒就198，沙律就68，咁茶位5蚊啦，咁啊加埋就271嘅，咁啊今日9號，所以有折，咁就207就搞掂啦。咁就冇呃人嘅，每個月9號係有折嘅，佢都有咁講。